氫能有助大力推動交通運輸業同工地等範疇減碳，而香港正以穩慎有序嘅態度推動氫能發展。想深入了解香港用氫成效，又應該點樣入手呢？思匯最近發布咗一份以生命週期評估為主軸嘅研究報告，以超過500種氫能技術藍圖組合，縱觀成個產業鏈去分析香港運輸界喺各環節應用氫能所帶嚟嘅成本同埋環境影響。生命週期評估係一個既清晰又可信嘅評估工具，為業界提供屬於氫能嘅共同語言，為界定氫能嘅減碳價值釐定統一標準。報告建議未來政府應該聚焦創造氫能需求，例如可以同其他城市簽諒解備忘錄，去推動氫能相關合作，推動真正適合本地嘅氫能發展藍圖。如果想了解更多，就去 bio 睇下思匯最新出爐嘅為香港交通應用氫能提供科學為本嘅政策建議報告啦。香港在那個氫能的定位是很明確，我們就是收容我們叫收 K， 就是把中國的、香港的很好的，就是那個整個青年的產業鏈，不管是上游、中游、下游，就是生產啊、儲存啊、應用啊，就是把它就是推廣。因為香港是一個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也是非常國際化。所以呢，如果是一個項目能夠在香港落地，這個示範作用呢是非常好的。我覺得香港呢，它最大的優勢呢，就是背靠中國強大的這個供應鏈和全球的市場的這個不僅是這種規則體系、法律體系，還有這種標準體系啊。我覺得要把它自己的這種優勢放大，因為實際上跟新加坡來比呢，實際上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它沒有像香港這樣背靠這麼強大的一個供應鏈。其實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他們的資源可以說也都一樣貧乏，但是他們也做出了在各自的領域非常優秀的成績。我覺得香港既有這種國際化的舞台，又背靠祖國這麼大的強大供應鏈，我相信香港在氫能以及清潔能源產業一定有望做出全球的這種叫領先的這種成績。以這個成本優化為目標，那麼去實現更好的這個低碳，包括這個綠氫的轉型。那麼這個應該是香港非常有優勢，而且也是能夠充分發揮其能力和作用的一個轉型途徑。非常感謝。如果政府可以係有一啲 MOU 同其他城市係去簽咧，咁其實係真係好有機會係推動到香港嘅氫能發展，加強到業界嘅投資。再加上如果政府可以係喺政府裏邊係設立到係唔同部門係有一啲最低嘅採購標準，係未來唔理佢係氫能或者係電池啦，咁我都會見到其實係好幫到發出到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去俾業界知道其實政府已經 ready 好。